啊，川普伫台北时间早起的7点半，第二届来露面，再一次来指控讲，这个选务作弊。川普讲，若是计算着合法的选票，伊早就赢了。但是，若是甲非法的选票拢算在内，对手就可能偷走伊胜选的成果。所以，川普的阵营拍算要来拍官司，要来拍选举的诉讼，要伫所有拜登胜选的州来提起着诉状。也毋过，密西根州甲乔治亚州的这个法院，我来受理川普停止算票的要求。宾州费城会议中心外口有真侪川普的支持者伫抗议，算票中心的算票工作要暂停，因为川普的阵营甲法院提出停止算票的诉讼。其中一个理由是川普阵营的算票的观察员无法度挖进去看，法院有受理，也毋认定川普的观察员会使挖进去看，所以讲排除停止算票第一道的阻碍。所来还佫有真侪阻碍要排除，因为宾州有20张的选举人票。对川普来讲，宾州若输去，就确定无法度连任嘛，可想而知，宾州法律的攻防战会真激烈。另外，川普本来伫宾州、密西根、威斯康辛、乔治亚以诉讼战要主动继续算票，也无遭受密西根甲乔治亚州法院的驳回。后来，伊又搁伫内华达提出诉讼，当时伫推特顶面写讲，要伫所有拜登声称胜选的州提起选举的诉讼，并且继续指控讲，即摆美国大选其中有做手。They stopped counting for 4 hours, and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. 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, I easily win. If you count the illegal votes, they can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. They though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big blue wave. That was false. 川普认为讲选票用假的，这做手的空间真大。而且投票截止时间以后，这假到位的选票，拢应该列为非法的选票。因为各州因应新冠疫情，伫选前小可有调整假选票等等选务规定。所以讲，川普拍法律战集中伫选票用假这方面，无一定会赢。目前川普的阵营即摆一直发几百万封这个简讯，希望讲会使募款拍选举的官司。